美國白宮發表聲明證實，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喺9月24號到訪白宮，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雙邊會談。根據美國媒體 Politico 報導，習近平預計喺9月23號抵達美國，會停留2個晚上，25號就會啟程離開。白宮拒絕評論習近平嘅其他安排，美國國務院亦未有回應傳媒查詢。特朗普先前已經透露，雙方會將重點聚焦喺人工智能、美中近年戰火激烈嘅先進晶片出口限制、貿易關稅、稀土供應，以至伊朗戰事等國際安全議題。今次訪美行程適逢第81屆聯合國大會，原本外交界猜測習近平可能會順便去紐約出席大會，發表國際演說，並回應美國對伊朗發動戰事所造成嘅國際局勢變化。不過外交官透露，目前未有睇到中方嘅先遣團隊進駐紐約，所以有關跡象顯示習近平唔會出席大會。佢對上一次出席聯合國大會係2015年，第一次提出建立合作共贏新型國際關係，並大力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，喺當時引發國際高度關注。